乡亲朋友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贵民。网络谣言和假新闻存在伫传统新闻甲社交媒体哦，也就是这个虚假不实的这个网站中间哦，这一款的这个资讯，也就是新闻事件哦，无论是无任何这个根据，也就是传统媒体咧，本早都要尽到这个第四权这个责任。咱来看讲社群媒体哦，现主时这个消息传了真紧，正面的传了紧，负面的搁较紧。若是欠回应哦，网络谣言、假新闻就不断来转传，甚至会危害到这个当事人哦。打击假新闻，政府真出力，民间嘛有侪人士来斗帮战哦。亲像赖有这个美玉仪哦，加入这个群组来讨论，平常时点无讲话，一旦有假新闻转传来出现哦，只要1-2秒的时间，就得判断伊是毋是这谣言，嘛有真侪民间的作为，做伙来打击假新闻和网络谣言，尤其无实的这个消息哦，四假团啊。这个拢牵涉到境外无实的信息，所以拢对全球冲击哦，嘛对民主的这个发展有影响到。今日台湾新眼界社会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对话。邀请4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地理科技大学多媒体设计系教授黄淑芬。各位听众大家好。第二，咱邀请到闽会医专通识教育中心教授易正明。各位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曾碧忠。大家好，真欢喜来到这个节目。第四，咱邀请到防制假新闻影片制作人罗医生。大家好。咱知影这个科技时代哦，变成新的这个战争哦。假新闻上界出名就是台版哦，这个奥萨卡机场这个事件哦。假新闻的这源头是一位中国这个网络名人哦，用第一人称写出假故事哦，这个后咧，就是内容农场不断来转传了啊，可能变成这个政论节目，不断来讨论这个过程啦。其实咱讲。这个假新闻也是网络谣言这个防治吼，咱有真侪这种的做法。今日邀请4位来宾哦，有的这是学界这个人士啦，因嘛有办到这个网络谣言防治这个比赛啦吼。啊，其实咱嘛有邀请到咱这个网络防治这个假新闻，也是讲这个假消息的这个部分哦，安怎防治去拍影片的这个制作人，咱嘛有这个学界这个代表，其实拢要来做伙守护着咱台湾这个资讯这个空间啊，吼，互较。安静咧也好，较净化也好啦。首先，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黄淑芬老师啦吼。其实咱有办到这个比赛，就是讲到防治网络谣言，学生有几队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活动内底有全国的大学，然后参加，然后总共收到102件的作品。102件啦，啊，尾啊，这个入围偌济啊？我们入围有得奖的作品有13件。13件啦吼。其实这13件内底，其实拢有这个亲像这个动画啦吼，多媒体这个应用也好，还是讲这个有的人是对着这个网络不实的这个谣言也好，安怎去防治？啊，亲像咱头先嘛讲到这个美玉仪的这个部分啦，咱等下过来请教到咱的这个易教授啦吼。其实易教授，咱的这款这个网络防治吼，这届这个影片，你嘛有这个指导着恁这个学校这个学生做参加，上大的这个回馈是啥物啊？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吼，主要就是讲学生所学的理论，啊，甲伊的迄种概念，有法度经过这个比赛吼，啊，有法度互伊含这个事实的物件来做结做伙。是。哦，所以虽然足辛苦，因为阮医专的学生吼是。高中毕业是细汉囡仔，啊，但是真乖，阮咧庄下所在啦，啊，所以这个囡仔伊本身课业就足重，啊，但是伊变做要找大家共用的时间哦，真正足困难，所以拢会用其他下课了的时间，虽然真忝，啊，但是因透过这个比赛，大家拢有法度甲所学的物件含实质的代志来做。连做伙，所以有法度时感觉讲，哦，原来社会上有遮侪问题，咱来注意。是。所以咧制作这个作品的时阵，伊嘛感觉讲，原来规个为做影片，啊，甲最后的结果是爱用到足侪知识，啊嘛爱请教足侪人的一寡技术，甲法度合起来。所以这中间大概。参与的时间可能是比因事实上学到的更较济，啊，但是伊感觉
足简单，因为伊知影讲原来毋是所有物件拢会当相信。是，毋是所有物件拢当相信。咱继续来请教咱的曾教授啦吼。其实头拄仔咱嘛讲到一个重点，防治这个谣言啊，毋那是这个有诶，咱讲这个长辈图赖内底啊，传来传去呢。这个学生者嘛吼，足侪人吼，嘛是安尼传来传去。尤其吼对着这个学生囡仔来讲，咱要安怎去目睭天互开啦吼，耳孔嘛爱听开啦吼，嘛爱听清楚有足侪谣言，咱要来防治。其实假新闻古早时代就有啊，但是迄时阵要生产有困难，电视台报纸就迄几间尔，要散播嘛是困难，你迄阵无脸书无赖，但是即马要生产要制作要散播拢真简单，只有一个真简单的数学问题吼，比如讲我甲一个假新闻用赖寄互主持人甲遮来宾吼，寄10封就好，咱大家嘛搁寄互10个人，是，一手嘛吼，第一手10个人，第二手几个100吼，啊第8手咧。第8手10的8次方是是，偌济？后壁做侪零对吧？1亿，你若全部加起来是1亿1000万个111万个1111个，非常可怕。是，所以讲咱即摆讲到防治假新闻是真重要的。是，但是假新闻要判定是有困难，因为伊爱假个新闻，或者连面老师安尼好啊讲看卖咧吼。是，所以这真重要代志，但是无容易。无容易啦吼，继续咱请教这个罗制作人啦吼。其实你做到一这个电影吼，迟来的正义啦吼，较低调这个正义啦吼。要讲的这个原型故事是啥物咧？原型故事就是当初我是看到你头头讲的，就是外交官事件。是。其实我也感觉台湾上珍贵的像是言论自由。是。当中国的网军一步一步来践踏我们的言论自由时阵，我感觉这个时阵咱应该要提出一寡物件来讲出来，互大家知。那你要用啥物互大家知？上清楚就是咱拍一个影片，上底影片互大家上了解，咱中国网军是安怎对待咱台湾的。中国网络这个军团啊，安怎来拍这个诛心者？咱先来做回来看讲，这个迟来正义吼是安怎来产生的吼？伊这个内容到底是安怎？咱做回来看。You are from Taiwan, right? Yeah. 这就是我们的国旗。咱你叫你做，我看你安尼哦，我做唔甘的了。恭喜哦，你出头天哎！实在真厉害呢，嫁出一个外交官的后生呢。咱伫厝内翘脚练喙手啊。长官好，是。唯一的刚改过的办法，以死明志。你觉得你走了，你妈的下半辈子怎么办？我你看出谁哦？巴黎巴黎。尾下咧，咱了解到这个部分啊，其实就是这个外交官真正是含冤而死啦吼。其实你的这个故事，这个原型就是来自这个外交官啊。其实咱嘛会当知影，这个咱头拄仔讲到这个网络谣言也好，咱头拄仔讲伊是中国一个网络的这个名人吼，伊开始写，尾啊伫什么？伫这个内容农场内底不断的转传啊，咱看伊当阵，哇，迄个政论节目，大家都咧批评讲哦，啊，这个外交部吼，这个带日本这个外交官啊，无咧作为啦吼，啊，其实这个消息安尼不断转传，这个外交官，这个唔堪你家己这个这个清白啦吼，受到这个损害，惊到这个死亡这条路。其实这个故事利用到这，嘛是做一种影片的实践啦吼，啊，其实要搁传达的是啥物，搁较重要这个精神。我想我在传达的是要互大家知影，当我们在随手按下这个分享键的时阵，其实咱哪会想到咱负一个责任。是。你即马传落去，你影响的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外交官的妈妈做最后的 ending，就是你即马影响的可能是伊的家庭，咱即马按下分享键，你啥物拢唔知，你唔知影人背后可能这个妈妈含辛茹苦，家一个囡仔请养大汉，佮培养伊去国外做外交官，啊，毋过就因为这个网络谣言，回为了要以死明志，所以伊选择行这条路。是。啊，毋过你可能只妈妈你唔知，啊，原来人背后因妈妈所受的痛苦，可能是这一世人都没有办法磨灭的。那我希望和
大家知影讲，我们在按下分享键的时候，你爱先想看卖，是不是咱为着咱的情绪受影响，还是咱去跟着这个带风向者随风起舞，或者是你是跟着你的心情在左右你的分享键。我刚刚当你按下这个分享键的时候，你就承担了你要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是，所以这个外交官。这个死亡啦吼，大家拢有责任。你若是对着网络吼，对着这个方向咧讲的人，其实你就是致输这个人，这个外交官死亡这个关键因素。所以咱要有啥物这个媒体这个素养，咱今日都要好好来讨论。咱现在看咱头一直讲的，就是讲这个假新闻攻击的这个流程是啥物啦吼。那有整理着有3步啦。咱头头讲这个假的口罩、假的 ID 哦，这网络名人用第一人称是写伊的假故事哦，尾啊。就开始伫这个内容农场，咱看这内容农场，这的这个文章啊，真正是完全免负责任的，就甲这个假故事写甲敢若真的共款，伫假新闻吼，伫网络头顶，互民众来讨论。第3步咧，就是啥物？对着政论节目，若是有这个有心的人士吼，对着这个 step 吼，一步一步安尼行，政论节目就开始讨论啦吼。啊，不管是这个。是黑也是白啦吼，白布，互你念到黑就对啦吼，互民众做这个讨论这个所在，因做这个 opinion leader， 做这个意见领袖啦吼，互你做着攻击政府也是这个特定目标这个部分。啊，重点是啥？重点因就是用着假口罩来写着因的故事，啊，想办法，互伫这个政治这个节目内底，会使去做进一步的讨论啊。继续咱先来请教咱的曾教授啦吼，咱看到安尼假新闻这个 SOP， 咱讲 SOP。咱要安尼去防制，因为这个假新闻，这个源头就伫遮，有人安尼写，啊有心人士就甲伊放伫内容农场内底，啊政论节目搁去讨论，这民众要哪分，观众要哪分。其实假新闻要防治有4个方面的吼，第一方面是政府，好，那咱知影德国甲马来西亚拢有相关的法律，罚钱啊，来管吼，以妨害国家安全，还是机密的理由来罚钱啊，迄个裁罚吼，这咱来做的。第2个是咱消费者，咱乐听人，我听啦，好，咱知影饭会使凊彩食，话袂使黑白讲。是，你伫网络嘛是共款，袂使凊彩散布谣言，无就像咱讲，咱10个人8手就变1亿人，迄真可怕。第3是媒体家己，咱媒体平常时做新闻人就讲凊彩来、乱输来，啊这风气甲伊败坏落。即摆有假新闻，嘛无人嘛袂去以外，对无？那另外就是好好的教育来做好。那即马一项公民课哈，在100学年度有加入一个公民，就是公民课哈，加入媒体识读哈，就是讲学生囡仔知影讲啊，这安那了解媒体哈啊，媒体的运作甲新闻的这发布是安那来的，所以我以后爱甲假新闻嘛加入这个部分，这教育部爱加做一寡代志哈，甲这嘛包入来。所以讲咱为这4方面来做，可能有淡薄仔改善的机会。教育部爱加做啦吼，其实这回这个比赛，教育部这个社会这个成人教育科因嘛有去做一寡参与啦吼。其实咱搁讲来，咱这个防治部分有4大这个部分啊，上重要伫学生这个阶段，因若是头一摆就认捌到，亲像咱头先老曾教授讲的这个 media literacy， 然后媒体识读的这个部分啦吼，你认捌到这个媒体，伊应该爱有啥物款的这个查证的这个功能也好，还是讲伊爱有这个啥物款的这个责任也好，伊传达的这个资讯是正确。也是这个无正确，也是讲伊是乱撒咧黑白讲安尼，咱就是媒体识读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搁请教到这个老师，其实恁这部分啦吼，有一个第1名这个影片，因是用这个多媒体这个方式来呈现啦吼，动画的方式，伊嘛是一种实践。啊，恁要去甲安怎讲这个概念要传达落去，啊，甲这个影片来做结合。哦，阮即届办的活动内底第1名，伊是用2D 的动画去做。那当初伊咧讨论即个主题的时阵，爱先讨论讲伊是要用安怎的技巧甲手法去来即个主题去来表达出来。然后呢，所以呢，阮老师甲学生咧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有讲就是要用事件的方法去来。讲出来，也是讲要用一寡较外表的形式去来
跨过这个主题。那学生感觉讲，即马因要以因学生的可能会拄到的代志做出发点。那因学生即马，阮的学生拢是大学生，那大学生因拢足介意当网络观顶去找一寡因介意的代志，也是为因网络观顶看到一寡的代志，然后呢去讨论去做。是。啊，所以伊就害因捌拄到的代志，然后真正安尼起来做一个2D 的动画的底片出来。所以这个内容吼，或者微微啊笑的这个代价啦吼，咱做回来看讲，这个学生啊是安怎来做表现，做回来看。就是这一款啊，这个微笑减肥药超有效的哦。我也有听别人说过，听说真的很厉害。我朋友有在吃哎，我还跟他一起团购哎。还有啊，你听我说。这有什么好吵？就连新闻也满都是这些无聊的东西。好啊。有匿名网友指称，微笑减肥药内含致癌物质。不会吧？好恐怖哦！你看那个新闻了吗？那减肥药好像出问题。不会吧？我都吃了好几罐了耶！我还订了1整箱哎，好恐怖哦！大家都为匿名网友所发表的文章感到害怕和紧张，究竟是真是假？天哪，他们真的相信哎，也太傻了吧！我们要以散布网络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之规定拘留你。我不是已经用匿名了吗？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在网络凭空捏造、篡改图文或擅自发布未经证实之讯息，进而影响社会安宁秩序，都是触法行为，最高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而被害人商家还可依法提出诽谤的告诉。警察们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可以找出匿名者的 IP 位置。不要以为自己使用匿名在网络上逍遥，警察就找不到你哦。千万都唔通想讲哦，用到这个无真实的名吼，还是讲我被用这个口罩，人都找无到你，用 IP 就找到了吼。其实咱要继续来讲，咱头头嘛讲到，伫网络讲话是爱负责任的。咱继续来请教老师啦吼。其实咱头头虽然讲就这是一种2D 的这个呈现的这个方式，然后表达的这个方式，但是上重要这个精神嘛，是这个尾啊，这个假新闻的这个精神甲这个本质啦吼。你尾啊吼，因可能这个技术的部分可能真正无问题啊，但是尾啊这个内容的部分，你安怎去甲加强？就是尾啊要甲学生来讲，就是讲，咱即个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来讲，咱逐个人拢爱有法度去我都去辨识咱即马一个网络看到的所有的资讯是正确的，也是假的。那所以呢，阮就是透过这短底片安尼记者，然后一个后壁还讲，第一，你一个背后咧做，毋是无人知。然后你做的代志爱为你的行为去做负责。是。然后第二就是讲，你还犯了这个错，然后你可能会受到什么的结果。然后阮的做的过程，就希望讲这两个精神袂使无。是，所以这个学生囡仔吼，互因较早认捌到这个法的这个部分啊，有当时讲啊，我就是留一个假口罩啊，真正唔免负责任。但是咱头头看到这个罚金的部分啊，也是有的吼。继续咱要去请教咱的这个余教授啦吼，其实伫学校内底啦吼，真济这个学生爱甲因教育的，尤其你头头讲到，恁学校内底是五专生较济啦吼。其实对因来讲，因所拄到的网络谣言大概是啥物啊？那因为阮的囡仔是算吼高中毕业的囡仔，所以是较单纯啦。阮咧嘛庄脚所在，所以因较关心的就是讲，带一个所在因庄脚囡仔嘛，所以伊较关心的是讲，带有啥物较俗的物件，还是有啥物优惠，就是讲，我买一罐当送一罐，还是讲有啥物所在，本来可能50块，即马可能10块就买得到但是这个部分真容易去证实，因为比如讲，伊即马讲某物人讲带一个活动咱即马囡仔随去试，一个去试就好啊，去讲人无啊，我买一罐送一罐，还是讲我本来50块用10块买，去讲无的时阵，
足好，马上就当证实讲啊，这假，真紧就像主持人头拄讲的，这假的物件，只要一个人试，知影讲共骗。真紧就传开啊！所有人都知影讲啊，这是假，这是较无严重。但是咱讲阮的学是以遗传为主啦吼，所以在网络中有一寡保健的食品，这就较严重。因为有个人甲你讲哦，什么物件吼，什么物件食落哦，食水，光食水就好，绝症哦就会好。这人若是真正相信这个代志，应该爱去学医生看。结果无叫医生看，干那逐工直直食水，也是讲以前讲哦吞乌豆啊，直直吞，哦就啥物拢会健康，尾有人吞甲巴肚胀起来，出问题。种这就较严重，因为你这牵涉到讲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阮在算阮是培养护士，所以这个部分阮嘛特别加强，就是讲啥物代志是真的，事实上他拄仔嘛讲过，就是讲咱即马网络足方便，你看到物件，马上就传出去。你爱想着讲，我搁去家查看卖啊，因为这就是咱要教学生，就是讲，敢若相信册，哪里就干脆卖读册。真的嘛假袂了，假嘛是无法度变真。只要咱来用心，搁加看一下，搁加查一下。这嘛是咱要教囡仔。是，所以咱头拄有讲到啦，有足侪角色的会使去做啦吼。政府的这部分有这个即时新闻澄清的这个专区啦吼，查核中心，还有这个事实的这个查核机器人吼。咱搁有讲到，亲像咱头拄仔讲的，这个美育仪啊啦吼，伊是加入去LINE内底去做讨论啦吼。其实咱来看讲美育仪嘛是这个咱民会家有做一个这个影片啦吼。不过咱要来看讲这个美育仪啊，安怎掠新闻吼？伊有一只美角啦吼。咱来看这个设计师是安怎设计。啉冰水会致癌，食葱头会致癌，这是真的也是假的？类似的养生资讯，大家应该拢袂青分。尤其伫咧个人爱用的通讯软体 LINE 顶悬定来咧传，这嘛互伫咧香港食头路的台湾工程师慈禧写出一套自动恢复听识美育仪，帮爸爸妈妈、阿姐阿姨找答案。有一天就把 LINE 打开来，然后上面就很多就是那种加入群组传讯息啊，大概2000多则，然后里边可能有40% 左右都是那种让你觉得这看起来就很假。这种文字性的谣言它可以传得广泛，是因为很好传。然而你要让它传到 Google 去找一下答案，这就比较难了。美育仪会遐尔红，幕后辟谣资料库的建制团队 Corfacts 功劳真大。这阵专门咧拍假的团队，无人领薪水，欢喜做甘愿收。觉得告诉朋友，正确的消息本来就是应该，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钱？亲像相关量低共款的辟谣编辑，逐礼拜平均敢若12个人伫咧线顶，用顺手工的方式查证250条新入来的消息，做起来无遐尔轻松。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个平台，让真理越辩越明，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提供他所目前理解到的知识。不管是真的假的，也是美育仪，团队拢认为停止谣言的传播，佫需要更较侪人主动出击，将事实真相传播出去。记者综合报道。真正是爱甲这个事实的真相传播出去，有真侪种方法。咱来看台湾公民面对着假新闻这个反制行动是安怎做？有4种啦吼。咱头头讲到这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吼，是台湾这个媒体观察基金会哦，甲这个优质新闻发展协会共同来成立的。伊参考着这个国外有代表性的这个事实查核的这个机制，目前是有一位总编审、3位这个专职的这个查核员进行查证甲发布这个报告啦吼。咱头头嘛看到。这个 Corfact， 伊真的也是假吼，有一阵这个热心的这个工程师、设计师和这个编辑人员哦，共同开发 LINE 的这个辟谣平台，然后伊要互民众来知影讲这个信息啦吼，若是传送吼这个 LINE Corfact 真的也是假的这个口罩，编辑人员就在收到这个有可疑的这个信息啦吼，甲这个资料库来做比对，若是判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时阵，伊就来回传。咱头头嘛讲到这个美育仪这个部分啦吼，伊就是一个。住伫香港这台湾工程师所做的啦吼，这个部分咱等嘛好好来讨论。伫网络头顶诶，有一个这个 Facebook 啊，这个面册这个专业啊，或者假新闻清这济啦吼，是伫台中哦方圆这个公民发起的，引起这个比如讲是要去爬山的时阵啊，是讲是去市啊、公园啊，各种社区活动摆档的时阵哦，宣传、小解讲这个假新闻这个危害，培养民众这个媒体识读。
甲这个能力哦，甲怀疑的这个意识。其实咱看到在咧台湾公民面对着假新闻反制这个行动真济啦吼，啊真正有效无？有效无效无要紧，但是咱看到实际有人去参与，这是一个重点。咱先来请这个曾教授，你安怎看讲？咱台湾公民面对着假新闻有遮的这个反制这个行动？咱面对着假新闻的攻击吼，一定是要反制。但是问题是，假新闻要认定真困难。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假，第二个要件是新闻，第二个要件是较好判定啦。你若是新闻媒体，不管是报纸、电视、radio， 还是迄个网络拢算，但是三号是假就困难啦。是，比如讲来宾甲主持人捌听过一个成语叫“青梅蒙大枪”嘛。有是。比如讲我今日我是一个蒙人，我蒙到大枪的卖溜，我讲这像超色啊。蒙到伊个骹讲像咧跳啊。是。我有甲你骗无？就蒙的感觉无共款。系啊，我无爱骗，我确实我蒙还是像超市啊，像迄个条啊嘛。所以讲，即摆三个假新闻，即摆就要爱个认定有三个标准吼。咱用迄个不实的消息来称呼较特种。三个不实的消息，咱有分三种。第一种叫做 misinformation， 就是 information 头前加 mis，misinformation， 咱叫做不实消息啦。比如讲张冠李在，还是你。比如讲，你记小时甲切写做狗，还是甲迄个小数点定着所在，迄故意的嘛，迄是 misinformation。另外一种叫做 disinformation， 就是故意的、调工的，要制造谣言，要给洗脑，有歹的企图，迄叫 disinformation。这种才有可能变做假新闻。那第三种 fake news 就是 disinformation。有刊伫媒体头顶，才叫假新闻。那是迄个网红伫家己的 YouTube 黑白讲，布洛克凊彩伫家己的迄个网络文章写下来，迄算讲不实消息呢。所以讲，咱面对着这种假新闻吼，其实第一步爱甲认定啥做假新闻。是。我念伊，咱有时间来讲一寡带来案例吼。到底要判定，迄真困难代志。是判定第一步就爱了解啥做假新闻。是，咱嘛有经历着这个假新闻这个种类啦嘛，头段咱。佮继续来这个请教这曾教授，咱先来看讲这个种类是啥物？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misinformation 甲这个 disinformation 这两个部分啦，可能会当互当作是这个假新闻去互假啦，去互模仿啊，无这个歹意，但是有可能这个甲读者啦、读者吼误导去啦吼。比如咱讲利用这个设计这个对这个拷贝也好啦吼，来甲这个公众人物。这个口说啊，亲像咱网络所讲这个迷因图啦吼，梗图啦，等等的，这拢是有法度互当作是假新闻的这部分哦，所以要注意咧。头拄老师有讲到这个错误的这个信息啦吼 ，misinformation 就是内容内底有错误，但是无歹意，但是这无歹意，就是若是讲你是新闻媒体，这是真大这个风险啦吼，因为你这个消息若是无正确，其实对着这个观众来讲，其实就是。较无好的这个习惯。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吼，其实misinformation嘛有可能变做假新闻。是。比如讲你青梅去蒙大枪，人应甲你讲大枪是超色啊，你竟然要死抓，一讲再讲，佫是大枪就是色啊，嘛是变做假新闻。是。明知故犯吼，明知故犯吼，嘛是啦。无更正啦吼，所以咱佫继续看讲 disinformation 那有。4项啦吼，就是讲内容嘛是有错误，但是挑伫讲要伤害特定的这个对象啦吼。比如讲是错误的情景，真实的这个事件，互放伫错误的这个情景内底，用较早旧的这个淡水果啦吼，这个相片放伫咧新的农业新闻内底。其实这个新闻的处理都是问题啊。你若无甲写这个资料、这个相片，其实都有这个互人拍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吼。假做是新闻。假做是这个媒体也是公众人物咯，伫内容农场，假做是其他这个身份发言哦，互人感觉讲你到底是媒体内容农场，还是讲这个假别个这个身份来这个发言啊吼？操弄的这内容是啥物？真实的事件互伊来操弄啊吼，来骗到这个读者的这个效果，亲像讲这个进前蔡英文伫咧这个九三军人这个时阵吼，互伫这个忠烈祠喷喙烂这个部分啊吼，有。这个完全拢是假，100%拢是假，这个内容亲像是林非凡是李登辉这个私生子啦吼。其实这三个部分咱经历，老师你搁帮咱补充一下。其实我叫一个手办吼，这个念名书爱小一回吼。是。大家捌听过涂醒哲天鹅案啦吼。10几年前，当时的卫生署长涂醒哲，吼，讲伫迄个 KTV 甲一个小鲜肉，甲伊天鹅吼，整形啊。但是到底有这代志无？大家有印象无？有这代志无？应该是无啦吼。
涂姓者无讲整形啊，但是伊迄阵卫生署的人事室主任嘛姓涂的，做这个代志。是，所以讲这算长官领带了吼。有这个代志，但是凶手找唔到人，所以讲嘛唔算假新闻啦。但是你若不更正，吼，继续来报落就是假新闻。第二个是川普位于，去年美国总统川普拜访日本，吼伊的迄个总理阿贝哈，带伊去游览，爱去看迄锦鲤啊，第一阵咧饲锦鲤川普吼规晚甲伊护落倒落吼，足粗鲁的。那看到大家骂嘛，你到一个国家访问，那无尊重当地的礼俗，但是大家讲迄安倍先安尼创的，伊对伊尔，但是影片无做电视台做后壁，这嘛毋是假新闻，确实是如此，但是你无全面的资讯，迄问题。第三案例是咱去年2月花莲地震吼，咱迄个日本来的搜救队毋敢入去，无好看尔。吼，大家讲这中国来的拢入去，恁日本人毋敢入去，惊死吼。但是事实是，日本来的这是专家是穿西装的，穿西装衣落来，毋是第一线的救灾人员，伊是来观摩来指导的。人无入嘛正常啊。但是伊无入去是确实有这代志，你嘛袂使讲伊假新闻，因为咱是伊的解读吼有误。是。第四个是讲。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句话谁讲的？有印象无？赖清德。咱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讲的，伊开始讲过这句话嘛，但是落来去又讲，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现在没有必要宣布独立。所以伊讲这句话是为了衬托下一句话，是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名字叫中华民国。但是这句话甲后壁的完全，那无甲伊合理看，你是会误解。吼，伊要宣布台独，其实毋是讲不必。第四个案例是用台铁的凤山新站吼，会改名叫凤山池，日本的 AK 啦吼。但是无这代志啦，这嘛传正开。问题是咱社会嘛无互影响，大家看哈哈一笑尔吼，无动摇国本。所以讲这算讲酷手啦，嘛无算假新闻，无人受到伤害嘛，国家嘛无损失。第四个是行政院发言人否认内阁即将改组，甲媒体讲你黑白报，无这代志。但是隔天内阁改组啊，咱嘛袂使怪媒体黑白报，是迄个行政院发言人说谎，因为为了政治安定，你不得已讲无老实话是无法度的。上尾一个案例是讲咱中山科学研究院吼否认，咱有做迄个会使弹2000公里的飞弹，会使拍到北京的云峰飞弹、云峰飞弹，吼讲无这代志。那事实上咧，那中共来进犯咱台湾，咱应该要反制手段嘛。若有这个飞弹要讲出来无？袂使讲嘛，所以是国家国防安全机密嘛，袂使讲。所以讲媒体报这些去用指控讲，你报假新闻，也未必是假新闻啦。有时当时是政治安定或者国家安全，不得不否认。是，所以讲假新闻要判定很困难的。这判断的部分啊，有这个困难，但是这个源头。这个部分咱马上好好来讨论一下，因为源头有真济，咱头先讲到是来自境外这个部分境外更加危险，尤其选举搁要到啊这个大选的这个影响，尤其自这个去年这个1/24这个地方选举开始啦都一直有这个境外不实的这个消息一直传入来，咱继续来请教咱的制作人其实你应该嘛是有看到这款的现象吧？有，其实中国对于这种大外宣他们其实已经很久了。咱会使讲，其实以今年来算吼，咱已经发现讲，其实中国对台湾它的这个大外宣的资金已经一年是500-600亿了。是。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政府要怎么去应对？因为无少大家要来拼这场这个选战啦吼。对哦，因为咱这些红媒啊，还是咱讲这个政客哈，因为他们都会打着一个言论自由的名号。是。好，然后去做这个假新闻的事实的阐述。而且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讲你讲内容农场，就是一则新闻它发布出来，经过修饰美化之后，也转给20-30间同样内容的一个农场，然后让它再发布。那一则是安利慢慢的就是在侵蚀我们的言论自由。我刚刚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真严重这代志啦吼。其实我较早有看过这个。有一寡这个媒体、这个公关公司是安怎去做这个媒体操作啦？因是安怎嘞？因做这个攻读生啦吼，因先去写一个文章，开始伫这个痞客邦也好啦，迄阵则有无名小站也好啦，订这个部落格，同款文章伊打100盖，打起了后，伊的这个搜寻可能就是上头顶，这嘛是一种这个操作的过程。网络新闻、网络谣言，
内容农场就是照这款的这个步数来行。其实咱阁看到，伫咧这个反送中运动内底哦，其实中共因透过这个方法哦，伫这个Facebook 也好 ，Twitter 也好，因用到这个假的口罩，入去到因这个社团内底开始传着什么？传着这个对香港不利这个新闻啊消息。啊，咱会知影。这个部分啊，伫8月时阵，这个 Facebook 先关因差不多20万的这个口罩啦吼，啊，现主时咧差不多9月20几号这个新闻，如果是讲 Facebook、Twitter 因关掉因这个口罩是有规全球啦吼，有9000多万这尔大这个数量啊吼，其实就要来管控就讲。伫网络社群媒体这个机制，要有一个健全的这个机制，咱看讲 Facebook 是安怎来运用的。网络假新闻对公民社会影响实在是真大。前一段时间 ，Twitter 甲 Facebook 接连公布讲，因为调查到中国官方用假新闻影响到香港人争取自由甲民主，因已经封锁了将近1000个听权20多万个科技的 ID。因佫调查出这 ID 是由中国政府直接指挥。其实 Facebook 受到假新闻影响已经唔是第一摆。过去 Facebook 曾经泄露8700万个用户的资料，去互英国政治顾问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来使用。佮影响到美国嘅选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佮为着这件代志来判 Facebook 50亿美金嘅罚金。This settlement is the result of an exhaustive investigation, which concluded that Facebook betrayed the trust of its users and deceived them about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这是 FTC 有历史以来上大民事赔款。实际上 ，Facebook 伫咧去年年底就已经掠到10亿外假 ID， 今年的头3个月，佮掠到22亿外个，比去年加倍4倍。虽然进步真多，唔过嘛显示假 ID 的问题越来越严重。Facebook sai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because there were a lot of automated attacks. They said by computers creating these fake accounts, and they detected a lot of them. So it's sort of a whack-a-mole situation. There were more accounts being created, and Facebook also caught a lot more. Facebook 嘛讲，为着2020年美国选举，会互资讯更加透明，自9月中开始，要来提悬政治竞选广告买主的身份认证。S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 show of doing something because the company has enough reputational headwinds that they don't want to be implicated in any kind of misadventure of any type around 2020. Facebook 嘛发布官方声明讲，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伊的角色就可比是美国最高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关监察 Facebook 伫咧内容审查上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伫咧顶回这个选举可能有受到这个罗西亚嘛是用到这个主信阵的这个部分哦，去影响到因的大选。台湾其实嘛有来自这个中共这个主信阵的这个操作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这回咱这个反送中运动啦吼，这个负面的这个消息咯，咱看到头起先受这个 CCTV 因的官方媒体哦，伫这个因的这个媒体。顶面就来做这个假新闻，来影响到这个舆论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因个个这舆论包装吼，这个社群媒体不断去转传。啊，咱头拄嘛讲到，因就是用这款的这个方式啦吼，才有这个 Facebook 甲 Twitter 看到这款的这个情形啦吼，所以才甲因冻点这个口罩。先来请教咱的这个曾教授啦吼，面对着这个社群媒体这个影响，咱头拄讲，其实因安尼有心人士不断的转传入去。影响到这个大选的情形，应该是真济啦吼。这不是咱台湾爱面对的问题，是全世界各国拢爱面对的问题。因为2016年美国大选，迄阵代表民主党的希拉蕊克林顿的因某嘛吼，就是受到这种伤害。伫中欧也是东欧有几啊十个内容农场来用农场迄种的假新闻网站发布迄个对希拉蕊较不利的消息。但是这网站是主要是支持川普的。北欧甲有关系，甲罗西亚嘛有关联。所以讲到尾啊，希拉蕊落败了，真唔甘愿，足不好气的，先话因为假新闻甲伊拖落。是。好，那这种问题咱台湾嘛面对先话，因为这种内容农场也是迄个脸书账号，咱台湾嘛是会面对啊。将无偌久就消息讲，迄个脸书伊官方关掉将近30万的假账号，所以咱讲的僵尸粉嘛，就是伊去注册，但是。平常时无咧活动，雄叮当开，去攻击什么人，无就是这做什么资讯，伊感觉可以关掉30几万个，但是这种现象无可能即摆就停，刚才继续发生 ，Line、Twitter、IG 绝对是层出不穷，无可能结束的。所以咱爱
愈侪心力来面对这个问题。有影啦吼，所以这个资讯战的这个部分，咱其实爱搁一解去甲因做一个了解啦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大外宣，因真正是无少大家要来影响到这回这个台湾大选。不过讲到来这个反制、这个假新闻、这个对策哦，其实有真侪种这个方式啦吼。咱来看这个对策，咱有整理到这个4项。咱就来先看到第一项是啥物咧？第一项就是咱追查甲比对啦吼，比对无共款的这个媒体啦吼，甲追查到内容农场建构甲这个破解到假新闻散布这个模型。咱第2项是生产到这个内容的这部分啦吼，咱看到目前所了解这个假新闻攻击的这个形态，做成文章也是这影片哦。做这个记录啦吼，第3就是行销宣传甲推广。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行销推广，你若这个网络要带风向，这个分享这个部分吼，你一定要吸引人，但是伊吸引人有足侪种方式啦吼，所以为人这个咱若要防制啦吼，有透过这个实际方式，咱头拄嘛微电影这部分啦，摆打咱其他这个假新闻清洁剂啦，这个乡土剧等等这个方式拢会使啦吼。啊，咱看到这个第4项就要求政府立法甲成立专职的这个机关啦吼，尤其是除了这个国安法、这个广电3法哦，应该爱制定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哦，等等的这个法案，互民众了解讲发言者背后这个根源吼，达到这个无做言论审查，嘛互民众会当做出较正确的这个资讯的这个判断，比较欧美等等的这个先进国家哦，成立着混合战这威胁对策中心啦吼。其实这4项真正是真重要，咱继续来请教到这个老师啦吼。其实反制假新闻，咱有这个做着内容生产的这个部分，行销的部分是学生的这个实质。但是咱头拄也嘛讲到这个选举要到，可能这个有一这个少年辈人嘛要头一届做选票，要做投票啊。恁若是讲反制这假新闻，看到这个资讯，恁要安怎去改这个后一辈来做教育？阮即马对学生就是咧上课时阵，拢爱讲即马网络知识做发达，所以因要伫啥物资讯，即马因拢家己去网络找，然后按过因咧找，因到底有即个判断即个正确的迄个观念无？所以阮会譬如我讲学生捌发生过一件代志好啊，就是即马学生拢做介意用诶 FB 也是 IG。然后因即马看到人咧讲啥物譬如讲学生捌发生的，就是讲有一个店家，然后呢，甲学生有迄纠纷，然后就有人开始去留言啊，那学生就一个，因为嘛家己的想法，就同个留言遐就开始就去闹你，闹，人。店家嘛是感觉做委屈的，就是讲，这代志的事实的经过，毋是纯网络写的安尼。但是学生伊无咧看头前，可能甲看到一个关键字，看到乌影就开心。所以呢，就做侪。可是即马人要告啊，要告的时阵，学生突然惊到啊，讲啊。那你遮严重，我只是留几个字尔。是。吼，因为安尼的关系，就是讲，有一寡店家伊就感觉，就是伊嘛是学生机会教育。所以呢，因为有处理过类似的事件，所以阮会即马咧拢会学生讲，就是恁当莫讲是 FB 啊，伊就种迄。IG，咱常常用的 Line 嘛是安尼，有时候你留的一句话，可能影响到别人。那所以你留任何话的时阵，反而爱做注意这个话。然后过来，这就变你的堂堂正供，就是讲变成讲你有做过事，绝对有留着分家啦吼。所以老师头到这个分享的这个例，就是讲到这个店家这个部分嘛，其实应用伫这个咱的资讯战嘛好，其实吼嘛是有当小符合啦，就是讲咱。有的人做这个资讯战吼，针对着这个特定的这个候选人，也是这个要参选的人做攻击啦吼。啊，有当时啊，这留言伊就想讲唔免负责任，但是尾啊，咱头仔嘛讲到，这个拢是爱负着这个部分的，负着这个责任。咱继续来请教这个余教授啦吼。其实你头仔嘛讲到吼，你对这个法的这个部分啊，是有较有这个想法的啦吼。因为这个法的这个部分，其实法重也是法轻，其实对着这个咱的这个防制嘛是有影响的。是。所以我认为讲吼，咱要定一个法这个部分，咱嘛有看到讲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是拢有足清楚来定这个法，但是我是徛在这种教育立场吼，我认为感觉讲第一点，咱
每一个学生，然后咱都爱甲伊建立伊一个，就是讲任何什么代志，毋是讲看到就完全相信，伊一定爱建立讲有一寡物件，你是爱去证实吼，就像咱才拄仔所讲的，就是爱去比对吼，还是去查资料，即摆的资料拢足方便，所以我认为讲，第一点。就像他拄啊，陈教授嘛提到讲，伊是毋是讲有意的错误，伊是挑工要攻击人的，吼即种的，我认为讲就爱甲判较重。认为伊若是讲，有悔改，伊毋是讲故意，伊是无小心，可能用唔到伊。即个部分，我认为讲应该有互伊机会，比如讲做其他的方向来弥补，就会使哩啊。你若因为咱定定讲法是最后的一条路线，假定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善心的时阵，法其实是用袂到的。所以我认为讲，99%的人拢是正常的人。那有问题就是，他拄啊嘛拢讲过，有心的人总是几个尔。我是感觉讲，咱来针对像他拄啊咱讲的，甲伊建立一寡资料，甲人看到就知影讲。定定拢讲假就是这人嘛，足侪单位嘛已经拢开始做封锁这个部分，所以我认为讲，教育咱的囡仔也是每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莫想贪，因为有当你会想贪，这也是会较容易哄骗的原因。所以这个法的部分，咱继续来个讨论然后咱有整理到这个政府面对着假新闻的这个措施到底是要安怎做？咱来看到这个行政院甲这个 LINE 合作成立这个。及时的这个澄清专区啦吼，由政府相关部门伫第一时间就澄清着所有这个国安民生也是灾防等等这个重大的这个信息啦吼。针对着这个假新闻的行政这个议会这个有通过这个刑法251条甲313条这个修正案啦吼。刑法这个251条嘛，新增着这个若是用网络等等的这个电子工具意图影响着民生必需物品的这个加压、这个介绍啦吼，或者是散布流言损害着其他人的这个信用，这个加重伊的这个刑责1/2啦吼，一半这个刑责。刑法第313条新增着，若是用着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络，或者是其他传播工具散布不实的这个资讯损害其他人的这个信用所犯的这个处罚嘛爱加重伊这个一半这个畸形。所以政府面对着咱的这个假新闻的这个措施，咱有对着这两个部分啦吼，一种是这个源头的这个部分，一种是这个媒体这个部分。咱头拄有讲到这个251条啦，其实这个民生必需物品这个加压这个介绍。进程就是讲到可能有一阵这个大家咧抢卫生纸啦吼，这个哄抬物价这个部分啦吼。刑法第313条，伊讲这个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络也是其他传播工具无实的这个资讯啦吼，损害到其他这个信用，就是讲咱做这个媒体要有这个媒体这个责任啦吼。所以种种讲起来，教授，这咱的法敢真正法得到？其实咱对政府的决心甲行为，还是要支持啦吼。像咱拄啊易教授讲的吼。一寡乡民网友听政府要管假新闻，马上伫遐发休讲要甲黑手伸进民主要打压言论自由，要限制啥货，伫遐乌白讲。其实看规部这些刑法251条甲313条，根本甲言论自由、甲民主宪政根本就无关系嘛。常常伫遐发烧，其实无这代志啦吼。而且若管这假新闻，该打击这假新闻，其实嘛是要维持一个更较好的上网的环境。咱大家网友嘛就。共同为这好有啲好处，所以伫这个行动方面，咱是来支持啦吼。而且家己袂使变做假新闻一环。有影。这是咱家己爱摸着良心好好思考的哈。是，讲到这个，咱头拄讲到这个 LINE 吼，这个信息查证这个部分，后面即透过这个手机咱来看伊这个是安怎用的吼。其实伊内底吼，这个部分伊会讲这个。感谢你加入这个 LINE 这个信息查证这个官方操作啦吼，那你转传进前，那先判断这个信息是真也是假啦吼，做回来
防制到假新闻，其实伊内底有这个 Top 10的这个话题啦吼，伊就去帮你做到一寡这个新闻，可能是上热的这个话题，但是有当时有判断的这个不实也好，还是讲部分是事实，还是讲是完全唔是事实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咧做的有真侪咧做这款的这物件，尤其咱讲这个 LINE 这个信息查证这个部分吼，是由着这个台湾事实这事实查核中心吼，因甲这个 LINE 做合作啦，因所有的这个概念就是讲会当澄清啊吼，做一解来个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甲这个 Cofax， 甲这个 MyGoPen， 还有兰姆酒、吐司等等这四间啦吼，其实这拢是较尾端这个部分来去做这个事实的这个控制，还是讲去把关啊源头这个部分咧。咱来先到制作人啦吼，咱头拄讲到中共这主信节是这种源头，啊，咱看到这个。头拄你这个迟来的正义嘛，是一种源头，然后这个中国网络红人去写一款物件，这个源头，咱要去安怎甲阻挡，敢阻挡得了？源头要怎么阻止？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做侪人已经讨论过了哈，包括主持人他都讲了，其实民间嘛，我记得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然后甚至脸书都有我不看假新闻这样的一个社团来想要做一个试图的阻止。不过刚刚这个你再怎么样的阻止呢，你也抵挡不了，就是中国的网军一直的进来，包括今年已经有确定有30万网军已经进来了。那我们要怎么面对？那当然是从最重要的是大家从自律开始。因为进户其实进户嘛有在走，为什么要讲进户在走？因为之前有立委伊的联署讲想要在咱涉违法第63条底下新增了一条的是未经查证任意在网络散播者这个不实的讯息的假新闻啊、假消息，他要罚他拘禁3日，或者是3万元以下的罚锾。不过这都是引起很多的民众义的反弹，伊就讲哈，我跟他凊彩起一个，我都要罚钱，我要去用关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对我们言论自由会有点抵触。不过咱先卖讲伊到底是会行啊袂行？咱上重要咱是看到讲，其实政府已经对假新闻已经开始宣战了，他已经开始想要提出这样一个反击哦。那我觉得源头就是我们从这个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公民素养要开始培养起的。像我头头讲的，当你按下这个分享键的时候，你家己都要知讲，我都是有一个责任。好，我袂使把这个讯息转传出去，我袂使讲为的是讲跟这就是在同温层为了一个同温层，或者是我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就是按这个键，或者是其实这最原因的是，我们公民最重要的是要培养我们的公民的素养，还有媒体识读。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啦做一个人啦媒体。爱认捌又清楚，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嘛是共款啦尤其这个社群媒体，可能真侪这个少年朋友拢已经无咧看电视也好啦因拢是守伫这个社群媒体。咱讲老一辈的人，伊嘛是守伫咧这个赖头前啦，长辈贴图、长辈这个无事实的这个物件逐工伫遐传来传去，有人真正嘛是传到这个亚身啦所以才有足侪这个防治这个方式啦其实咱最后要搁讨论大家简单来小这个。收尾一下其实大家的角色拢是真重要，亲像咱才有这个多媒体的这个老师啦嘛有这个医专的这个老师，保健这部分，嘛有专门新闻系，就是要后摆栽培着这个新闻这个人才，嘛有伫实务的工作者啦收尾一下，就是讲防治这个方式有更较好的进步，还是讲对学生有更较好的精神的这个所在无？我希望讲为阮教育的界，因来培养即卖新生代的学子，伊对即个网络的资讯的判断，因去判断是真的也假。那人讲伊毕业了，到社会去，伊袂使搁讲伊唔知，这是阮学还最基本的素养。上基本的这个素养伫啦所以咱搁请教着咱这个。老师的这部分因为阮特别有一个特色，就是阮有一个叫做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每一个医专一定爱修的一门课。这门课内底就提到讲，你黑白讲一句话，有可能你就伤到别人就算讲，例如咱其他人讲的，就是讲你。讲了这句话，你要对这个代志负责任，因为你无小心讲了这句话，你就伤到你的朋友，伤到你的种种。那是对生命教育这个部分为家己负责。那我感觉讲为这个方面开始伊会做甲足好，伊嘛袂黑白去讲人的是非是
安尼嘛是绝对，伊咧使用即个奶啊是种种的时阵，伊要讲即句话的时阵，伊会想着讲，这有正确无？吼啊，是咱才去处理。若是安尼的时阵，我感觉社会就拢无遮济代志啊。是，所以来邀请咱的这个新闻系啦吼，来栽培着这个新一代这个传播媒体这个人员，因爱有这么受用的咧。是，若是要防治假新闻吼，治标就是爱靠法律啦吼，该法就法，该管就管，以及咱澄清。若要治本，就靠教育加咱公民力量。我有甲学生讲，即马总统大选要到啊吼，有人支持韩国瑜，有人支持蔡英文，拢无要紧，你要志向，你家己自由决定。但是千万唔讲，唔能因为讲你一篇文章有人甲你按赞真爽快，我要支持伊，我要反对伊，安尼是袂使你的，爱家己有思想。所以对着媒体人咧，就是讲吼，媒体人的这个责任咧，嘛是要忠心的信念啦。好，你知影你这新闻刚适合你的迄个晚辈啊，你的厝内细汉囡仔来看，哦，然后连你家己的后生查某囝来看拢袂用你，啊，你来思考啊，这新闻真是问题啊。是，所以这个做新闻人吼，做这个媒体人，爱有这个觉醒。咱想要来邀请咱的这个制作人。我想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哦，就是言论责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这个责任啦吼。伊不是漫无边际的自由。那你看咱台湾虽然做细啊，是个弹丸之地，那可是我们受到假新闻的严重伤害是世界之最。是。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在世界各国都已经立法，用法律来裁制这个对于假新闻的干预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应该要立法？然后来重惩处罚这个假新闻，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台湾来立法的部分啊，来听发着咱这个假新闻部分，今日非常感谢。